想問咧，因為我琴日去咗打波，跑咗2步之後，覺得心口咧好似俾嘢壓住咁樣，唞唔到氣，係咪因為我太耐冇做運動，定係我個心有事啊？呢一個壓住嘅感覺啦，其實係心臟一個好重要嘅求救信號。好多人以為心臟病發一定係好戲劇性咁樣捉住咗心口，好痛啊，跟住放落地下。其實唔係㗎，好多時只係一種悶悶地或者唔夠氣嘅感覺。咁即係點啊？我點知佢係咪突然之間發脾氣？幾時係攞我命㗎？咁就啱啦。今日我哋呢度就會睇下呢個身體最勁嘅泵點樣先叫勞損。其實咧，心臟病係點樣形成啊？係咪因為食得太多肥膩嘢？肥膩嘢係元兇之一。想像心臟表面有3條主要嘅血管，係負責俾氧氣同埋營養心臟肌肉。就好似水喉咁樣。冇錯，當你血脂高、有煙癮、支持開煙啦，或者係壓力好大嘅時候，血管嘅牆壁啊就會有好多嘅垃圾啦，可能係脂肪積聚，令到通道變窄。你做運動嘅時候需要更加多血嘅就唔好夠過啊，咁心臟肌肉就會缺氧，產生心絞痛嘅情況。咁如果我全咁樣塞晒咧？咁呢個就係心肌梗塞，心臟嘅細胞就會開始壞死，呢個係一個分秒必爭嘅急症嚟嘅。講到心臟藥咧，我成日聽人講利底丸，係咪一唔舒服就要含一粒㗎？呢個觀念好重要，我哋主要分咗2類型嘅藥物嚟到去講嘅。首先就頭先你講嘅利底丸，即係硝酸甘油，呢隻藥係用嚟擴張血管。當你心口突然之間覺得好悶，心絞痛發作，就要放一粒喺利底。點解放喺利底嘅？唔可以直接噴嘅咩？因為咧利底嘅血管好豐富，吸收會最快嘅。佢擺喺利底咧，啲藥就可以因為好細嘅分子直接入去血管裏邊，就直落心臟㗎啦。咁可以跳過咗胃部吸收同埋可能幫助嘅分解，直接俾到心臟就會最快有效。呢隻藥咧，記住啦，一開始食完1粒，5分鐘都未見效，食第2粒，再5分鐘都未見效，食第3粒。呢個情況咧係好危險嘅事嚟嘅。當食第2粒都未有效嘅時候，就要打999去揾醫護人員嘅協助。而呢隻藥啦係需要遮光，再加埋佢本身開完樽之後係有效期嘅，所以記住大家要小心留意啊！預防血管嘅可能再塞啦，醫生都會開其他嘅類型嘅藥，就好似一啲抗血小板藥，就係阿士匹靈啦，就可以防止血液凝固形成血柱。另外有啲叫降膽固醇藥嘅，呢類咧就可以幫助降低血管壁嘅斑塊啦，等佢哋唔好咁多，咁可以降低咗動脈粥樣硬化嘅情況，就可以令到心臟病同中風嘅機會減低啦。聽講食他汀類藥物，有啲人係會覺得肌肉酸痛嘅喎，係咪㗎？冇錯，有啲食 statin 啦，即係頭先所講他汀類藥物，即係降膽固醇藥啦，就會有呢個副作用嘅，比例唔高，但係如果有唔尋常嘅肌肉痛，就記住要同藥劑師同埋醫生講，可以換藥或者調整劑量，千祈就唔好停藥，如果唔係影響更加大。除咗食藥咧，平時仲可以點樣強化自己個心臟咧？首先可以戒煙，因為煙草入邊嘅化學物質係血管嘅頭號殺手。咁運動咧，因為我如果有心臟病嘅話，係咪唔跑得步㗎？啱啱相反，適當嘅有氧運動，好似急步行或者係慢跑，可以幫你建立一啲叫做側支嘅循環，即係喺塞咗血管嘅隔離開呢條路仔。仲有記得控制埋自己好好嘅情緒啦。香港人壓力大、情緒波動咧，係會令到血壓瞬間飆升嘅。仲有就係增加咗心臟嘅負擔。原來利底丸係救命嘅藥嚟嘅，但係長期預防先係治本之道。冇錯，照顧心臟，生活先至有動力。下一集啦，我哋會講一個同樣同血管有關，但係發生喺大陸嘅危機——中風。究竟點樣係可以喺短短幾分鐘內救人一命呢？下一集我哋繼續傾，拜拜拜。